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出轨啊？我说，不是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看你手机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不是我没有，我承认啥呀？你不要瞎说啊！自己做的事自己不知道吗？我做啥了？我提醒你啊，我看通话记录，我希望你能老实交代。通话记录？通话记录有啥呀？我没干嘛呀？你没干嘛？你跟这个幺八幺的一个星期打多少次啊？十几次了。啊？有吗？是不是他给我打的？你还把我当傻子是吧？他给你打跟你跟他打有什么区别啊？不是若，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对你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呀。我怎么可能会做那些事情呢？我只相信看了。你要不信我，你打电话给他。你还不承认是吧？我没有承认啥呀，你打电话给他。行，过来。我再见。你打吧。欢迎致电肯德基炸鸡饭服务